市长王伟霆表示，亚太城棒足球场完工了后，已经进行10场交流赛事，包含2场无开放台湾甲南非的交流赛，8场台韩职棒交流赛，队伍不分国内外，全部拢好评不断。2025年最后一个城棒足球场完成，也是难度最高的球场。那总共可以容纳25000个座位。那其实这次的测试比赛当然发现有一些小小的瑕疵，那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它改善。那也谢谢客人跟我们台湾的6大这个职棒球队来使用这个球场，都有不错的评价。但是好还有更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韩国 NC 恐龙队教练李浩俊以及球员朴明宇也拢欢喜分享伫亚太城棒足球场比赛术士感想。那来到台南，接受到大家的欢迎，感觉到无比的荣幸，然后谢谢大家这么的支持我们，然后在这么高张力、高水准的一些职业团队的协助下，让我们完成了7场比赛。希望我们还有机会能够再来到台南做异地训练，因为 NC 有到美国，也有在韩国，他们自己有足球场，不输给这些球场。以亚太球场的设备来说，作为一个球员是一个很开心，然后能够在这么好的设备上打球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不止外国朋友娱乐，国内部分台港雄鹰、透英赛等队伍也拢表示，亚太是真好球场。休息室、牛棚甲室内打击区拢清获好评，也希望未来国内外相关球队拢会当来到这个完善的棒球基地办理赛事。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